世界穆斯林告别神圣斋月之际，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侨民迎接和庆祝另一个开斋节。5月2日，开斋节的第一天，包括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挪威在内的有一定的维吾尔人口的一些国家，维吾尔侨民聚集在当地维吾尔清真寺和文化中心，一起祈祷和庆祝开斋节。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解放军辽宁号航母与另外7艘军舰组成编队，经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在北京，解放军海军证实，辽宁舰航母编队日前在西太平洋进行实战化训练。外界猜测，中国此举可能是要回应上月底美国林肯号打击群在东海进行军演。俄罗斯昨天表示，由于日本加入国际行列，就俄国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实施制裁。俄方已禁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63位官员与议员入境，该名单包括政要、媒体和学者等，共63人。俄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岸田内阁开展前所未有的反俄罗斯运动，并采取意图损害俄罗斯经济与国际权威的措施。香港股市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中国电子商务公司的股票5月3日因央视有一条有关杭州马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短讯而引发市场抛售，导致股价大跌。外界以为这个马某就是马云，结果发现纯属乌龙一场。不过此事也反映了投资人对中国科技业遭受监管机构的整肃依然杯弓蛇影。哈萨克斯坦再次拒绝向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派遣部队。哈萨克斯坦当局已正式宣布，即使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提出要求，哈军也不会参与乌克兰境内的任何维和军事行动。日本和泰国领导人周一宣布了一项新的防务协议，并计划提升两国的经济关系。据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曼谷与泰国总理巴育举行会谈，两国总理宣布双方将缔结新的防务条约，推动日本向泰国转让国防装备和技术。岸田首相说，在与巴育总理的会谈中，我们关于任何地区我们都不允许破坏主权或领土完整，或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5月2日庆祝开斋节，但中国当局故意将其推迟了一天。与此同时，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团即将抵达东突厥斯坦，当局正在努力营造维吾尔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氛围。尽管近年来东突厥斯坦严禁包括祈祷在内的所有宗教活动，但当局在开斋节期间动员人们前往清真寺，在喀什的埃提贾尔清真寺前进行大型民族舞蹈。分析人士指出，为指控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中国当局利用开斋节试图通过虚假宣传蒙蔽国际社会。